过来是看图表答题。看图表达，我们会在电脑上看到一张图片，然后我们要根据语音和文字的说明，用客语回答问题。开始作答时，音档会提示“请回答”。作答的时间有20秒，请大家充分利用时间作答。这里的策略是要先观察图片，确定题目的要求，比如他会要求你要讲几样，或者问你有什么感受。回答的时候，我们要尽量完整，人、事、地都要包含。我们也可以去题目里面截取相关部分的讯息。我们来练习一下。也是公演度嘅廣告，就同大家講兩項是唔得做嘅事情，請唔講出是唔得做呢條事情，請回答。我們試着從題目裡面截取部分訊息，來完整回答。答案可以是和公演地度嘅廣告。有同大家講是唔得，這是從題目裡面截取部分訊息，包含人、地。接下來看圖，我們要了解一下有什麼事是唔得的垃圾含要執法。我們會一口氣回答，和公演地度嘅廣告。有同大家講是唔得的垃圾含要執法。M 咩事得講，和公演地度大家是唔得的垃圾含要執法。接下來這題，今天一張不愛錯嘅圖片，請說明一下，應該愛用本呢條人生錯呢？請回答。我們試着從題目裡截取部分的訊息來完整回答。答案可以說：不愛錯，應該愛先用本老人家，要健康嘅人，行通無方便嘅人，還要男性人嘅人。接下來這題，請講下看。看到同我輩係阿爸，就係阿妹，同介土生人，唔知道娘選，請回答。題目問：你覺得怎麼樣？我們試着從題目裡面截取部分訊息，來完整回答。記得哦，人、事、地都要包含。我們的答案可以說：我看到同我輩阿爸同阿妹兩傻鄉下土生人，我知道當好